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公布，由高雄市长韩国瑜胜出以后的第一时间，议会国民党团马上召开记者会，除了全力支持韩国瑜，嘛呼吁其他的参选人一定要团结国民党，才当重返执政。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出炉，由现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以44.8%来胜出。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第一时间嘛召开记者会，一方面除了全力支持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嘛毋望初选激烈过后，所有参选人会用团结一致，并且呼吁韩粉爱理性来争取选民的认同。要理性，争取中间选民的认同了哈，不要过分的激烈的手段，那这样有时候会反而害到韩市长哈。国民党为什么要重返执政？我想是为争取替2300万百姓服务的机会啦吼。有服务，百姓才会认同。国民党已经失掉执政好多次哈，政党轮替常态了哈。那我们也期许韩市长，这段时间会当加强跟其他候选人哈之间的互动。争取他们的认同。国民党现在绝对不能分裂，一定要团结一致，相信民意，坚持挺蓝。那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也呼吁我们国民党的这一些支持者，大家兄弟爬山，要一起努力，不是呢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才能赢得明年的2020的这一场选战。上午出席国民党团的成员包括书记长、发言人以及2位得到国民党提名参选后届立委参选人蔡玉辉甲林彦竹，总共11位成员。会长嘛发出团结一心的口号，希望2020年的大选，国民党会用发挥母鸡带小鸡，重返执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上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所举办的卡拉 OK 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13届。其中第一场中青组初赛13暗时伫安南区正式登场。其中40名参赛者当中，年岁上大有75岁，另外有翁仔某做伙参加的。最后经过激烈竞争，由陈文钦摕下第一名。伫费尔利舞团的杜皮舞甲韩国热舞的活力开场，第13届用电视爱社区卡拉 OK 第一场中青组的初赛，正式伫12点蓝天宫前广场盛大展开。会中立委陈廷辉、议员王金德、李宗成、黄丽娇、安南区长叶志明、安平区长赖清竹、各区里长联会等侪里长甲贵宾，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地方电视台跟我们的社区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互咱每一位爱唱歌的好朋友吼，拢会当变成歌王歌后。今天我们电视台提供这么好的、这么优质的一个比赛吼，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多彩多姿。我们相信，我们也坚信啦吼，我今天所有的里长，包括我们里长联谊会的会长以及所有里长。李家欢迎大家。我们站在我们区公所的立场，真的我们也很乐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因为就像陈鲁刚刚这样讲的，这个是给一个喜欢唱歌的朋友一个平台，可以透过广播、电视的转播，可以看到他们美美的样子，然后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歌声是非常的美妙的。有线电视虽然民众热情要求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吸引民众小姐用歌唱来交朋友，同时拼歌价。今年同款有免费食冰机，另外加上媒体试读加电视分级的有奖清单，以及抽义金电视大奖等好康，场面热烈。最后初赛成绩出炉，第一名陈文钦，第二名连美凤，第三名陈丽珠，第4名杨淑燕，第5名陈德忠，第6名蔡庆熙，第7名欧国钦，第8名文英钦。
另外，出2名优胜，优胜于文华里，优胜于丁永登，前8名分别取得今年总决赛资格。缘分啊，为何无留名？敢是缘啊牵插线？分世间情路。主办单位表示，安区初赛是从7月27号开始，伫第3频道将分段播出，欢迎民众透过电视转播来感受比赛盛况。电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为了对抗天高的疫情，台南在地生物科技公司将因最近所研发出新的防蚊液捐赠1000罐予台南市政府，同时加码1200罐予开山里的民众，希望将天高的影响降到上低。最近台南天狗热疫情备受各界的关心，目前本土的病例维持高热，除了轻度自身源以外，民众做好自身的防护也是非常重要的。台南在地企业日前也推出了新的防蚊液，也特别捐赠1000罐予台南市政府。同时，董事长嘛加码1200罐予开山里的里民，希望会使做伙对抗天狗热。因为咱看咱台南市吼，迄个登革热疫情来嘛吼，因为你啊，大家迄会做无用啊，吼，包括公民也加做无用。咱讲迄个作者嘛是有义工，还是讲迄热气吼，咱从先管遮热气，大家都喷安尼，预防起来安尼吼，较袂讲一直扩散安尼。包括1000罐了，咱今仔我想搁加加嘛一个1200罐，因为咱开山里吼，感觉迄有哪离市区嘛是个市中心吼，较集中吼登革热嘛惊较容易扩散安尼，所以我迄个加每一户吼分1罐安尼，来做预防。还是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大众哈，这个防疫没有捷径，唯有咱用双脚、用双手，扎扎实实。稳稳当当的做好我们家户的资清工作。今天非常感谢咱古堡还有王董事长哈，安尼这么热心，他向来都很热心公益，那也捐赠我们他们的防蚊液，希望提供给我们的一些防疫志工，还有一些相关的防疫人员能够来使用。我们在此特别的谢谢他，当然也要希望说所有的市民大众，我们好好的做好自己的家户的这个防疫还有这个资清的工作。这款的防蚊液因为无含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所以也会使直接使用伫身躯顶。拄仔推出，佮造成侪侪民众的笑买。同时因为成分天然，所以大小朋友拢非常适合。我们是不含环保署管制用药的那个敌避的成分。那因为敌避这个成分，它虽然防蚊效果非常好，可是它对小孩子其实还是会有担忧的疑虑。那像基本上来说，它只能喷在衣服上，它不能接触肌肤。那我们是采用茶树精油里面的非常纯的纯物质叫 terpinol。那这个纯物质其实经过很多国外的科学研究都有做研究指出，它对一些蚊虫其实都有非常好的那个防蚊效果。那所以我们才会采用茶树精油里面这个纯物质 terpinol。那像一般市面上常见可能用香茅啦，或是薰衣草，其实我们有做过很多研究，其实我们就采取最有效的是用茶树跟尤加利这2个成分来当做我们防蚊液的主要成分。民政局长甘进彪表示，感谢也这关键防蚊液协助市府的防疫工作，这防蚊液也发送到疫情的热区，让当地民众避免互蚊仔咬，引起天狗热。台湾新闻古无伊采访报道。为了让青少年摆脱毒品甲恶的威胁，提供正当的休闲娱乐，台南市警察局今年6月所举办的3对3篮球比赛，13号伫中央大厦闹热场场，会中吸引超过800名的选手参加。开幕当天，市长吴伟铁甲警察局长吴宗仁嘛拢到场关心。咱们龙宫站内武术表演以及武训国中站内反毒日舞，为活动揭开序幕。台南市警察局主办的青春专案“青春杯”校园反毒少年3对3篮球赛，以及防治学生滥用药物表有竞赛，13号伫中央大厦登场。
希望借由活动鼓励青少年朋友从事正当而且健康的娱乐活动，远离毒品甲黑社会。非常感谢台南市警察局以及我们少年队以及各分局的长官，大家为了在暑期要做这个防毒、反诈骗、反毒我们的青春专案的活动。为了诱近甲青少年距离，台南市警察局长黄宗伦等贵宾嘛拢组队下场比赛，甲好莱坞的电影英雄进行3对3的斗牛赛。虽然两队球员的年纪差一大截，不过想要赢过对手的心拢是同款的。暑假一放就是2个月，为了让学生远离歹的事物，主办单位特别将活动选伫咧暑假期间举办，就是希望会当让青少年度过健康又搁安全的青春暑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去问一个马上转来的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一般外国人来台湾，多数拢是选择教语言，但是伫台南有一位美国人 Kevin， 却是以教功夫作为职业，而且伊甲太太除了决定住伫台南，也开了一间外馆的茶店，一面卖茶，一面教人功夫。透过报道做伙了解。画面上，这位练武术的外国人 Kevin 伫国中，因为接触到李小龙功夫电影，开始爱上中华武术甲文化。为了观望，21岁选择来到台湾拜师学功夫，而因为学中文的关系，认识现在家后，婚后2个人决定来台湾定居，一待就是30档。国中的时候看功夫，李小龙功夫片，每个礼拜都可以看，然后去图书馆就找一些中国的资料，找到那个庄子和老子，那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哲学。然后我去那个买一个杂志，它在形容功夫各种门派，它里面有写鹰爪拳、螳螂拳、虎拳、鹤拳，很多种拳。我去语言中心教英文，然后学校就安排一个对话，我教学生英文，他教我中文。那他也是那个学校的老师，所以就去外面喝果汁做朋友，就一步一步来。Kevin 即马甲太太伫台南市中正路的巷仔内开了一间外馆茶店，主要卖健康营养的乌麦茶甲外馆茶，而且装饮料容器也是回收的玻璃罐仔，清洗杀菌以后再利用。强调家己的产品健康跟环保。放在塑胶瓶不好，对环境不好，对人的身体不好，所以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个玻璃瓶的回收？我以前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做玻璃瓶回收的消毒部门，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台湾也可以做哦。然后每个玻璃瓶不一样，像这个是，这个是海尼根，这个是百威，但是里面的容量是一样的，所以我几种玻璃瓶都可以再用。一个火菌茶，那黑麦汁是我的功夫学生会做啤酒，他就教我做黑麦汁。
冰冰凉凉乌白汁啉起来酸酸甜甜，相当适合伫热天来啉。喝起来冰冰凉凉，然后会有酸酸甜甜的味道，跟啤酒有点像，只是它还没有发酵。因为李小龙电影关系，客本展开3档的功夫生涯，现在开店推广健康活本地，再度完美来诠释斜杠人生。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市府入饼观光，同时进一步提升旅游的品质甲人数。观光旅游局拄来推出视像语言的 App 行动秘书，来解决游客甲店家的沟通问题。同时嘛，甲业者合作，成立台南50个公部门的据点设租用站，提供这行动电源的大型服务。因应暑假旅游旺季，市长黄伟天代表市府甲跨国共享行动电源的业者共同出席记者会，会中拄来小解观光旅游局新推出会当支援中英文、甲日文、韩文等4个语言的 App， 也有提供国内外旅客租用行动电源的大型服务，希望吸引游客来到台南，嘛互市长伫现场看甲入迷。我觉得像 Charge Spa 的地方，现在已经准备要建制100个点。那我们觉得，其实这100个点，我们好好利用，好好规划。除了在公部门、政府机关能够免费这个提供这个点之外，最重要我们还要去经过再试调，觉得游客外来的游客他最容易触及或最可能会在那边享用到这个电池行动电源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都可以。非常感谢 Charge Spa 跟台南市政府的配合，我们市府一定全力来协助。根据了解，这款跨国共享的行动电源服务，目前包括泰国、日本、香港拢提供，不止解决游客伫外口手机用电的问题，更帮助跨国游客会当伫日本接、伫台湾行的方便。离台湾的部分，就是率先伫台南机场建立完成。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针对5月用网络报税、税价起算以及行动支付等管的纳税人，在政部南区国税局上午透过电脑随机抽奖方式公开抽奖，让民众伫轻松报税同时，也有机会抽到大奖。结果第一大奖5万块抽到台南蓝色幸运民众。为了持续鼓励民众透过网络报税，在政部南区国税局寄出相同的抽奖好康，只要籍伫南区7县市的纳税人，以凭证完成网络申报，或是以税价起算服务卡定，得当参加抽奖。上大奖是5万块的商品礼券，而且对去年开始，只要搁符合行动支付条件，冒抽头奖2万块的机会。上午南区国税局伫会计师等媒体见证公开抽奖。按下去的哦，哇，这是台南的，序号是061583，李文清先生住在台南市。我们今年采用网络报税，还有税额试算、回复确认申报的件数总比例呢，总共达到98.01%，可见民众已经慢慢习惯，也非常的依赖这个网络申报，非常的方便，5分钟就可以完成申报的作业。南区国税局除了不断宣传网络轻松报税，还有大奖小送的好康以外，同时今年因为在政部推出税制优化方案，调悬4大扣除额等减税利益，毛今年的纳税人相当有感。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最昏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